一个在中间的刚刚比那用个刚在波浪真正的来着用为扎起蒙顿学就有中国。non pas ne ton arrondere yo jami le ti matona oh non pas ni ton agnora mi aro pandato se solo yo pipoyana ado yo jama cha paso oh ya呀，像你刚刚说，他这人一个在中间的俺做个夹口最多的夹口3公克，我能这话继续啊，你看比啥？呀，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下手下地，下不到呀，没那下不到。有牙齿了，我的把地了，我打的把子拍得来的外就这个。一个在那看了你比啥真可有呢？就是你这话继续啊，真不错。掏钱。大这种呢，手中的用几做个有做不错，手中就不能那么做，满家有人，大家做用个有的，但你做不那么做，大家做阿鲁不把长，中卡卡了，俺做个下去种去那里，来卡来去那里，可做个来卡来了，早晚走了，大个人做个有啊，去那把给三那俺做干的用的干啥的。啊，对，速度的通畅，速度的，啊，速度的，不把帮助的我，对，差的速度的，太差了啊！你这啥了，大伯？差的嘛，记得？有。那地球，啊，小了水里的，哪里说？这小强贝，下班的，小龙在上，小龙小。茶妈妈那你吃的七八吃了的，茶这个七包，他在重新，茶重编，再做一打啊，下给送给。哎，都当我跟着办了，都熟的啊，这个下茶茶不同吃的啊，对。哎，说，看你个说。从那为你马票为你别，从我的人不为你别，从为你马票为你别，从我的人不为你别。从那为你马票为你别，从我的人不为你别。啊，开始是。啦啦么呀。la la la
南无尼玛呀，阿拉日阿拉修呀，日呀么就个呀拉就的这哟呀。Gapsa, cho nhìn là chết rồi này. Suy cái mỏ rồi thì suy sao rồi thì. À, suy cái mỏ rồi thì có thể là suy xả rồi. 我说你叫啥名字？阿弟，阿弟，阿弟。cho chung đi mấy cái cái mấy bé. Chung chung cái đó mấy cái cái mấy bé. Thế rằng lấy cái cái lấy cái. lấy cái chỉ là lấy cái ra mà. lấy cái ra mà đấy. Thế rằng cái rằng à. Ya. Thế cái coi thế nghe rằng cái thế coi. À. Ndan ya mo che zo kre. À. Người ta người sao có. Người mai yo. Người mai bé. Cái thế cái nào. 现金有没有钱？钱有没有？钱谁有？我预备，我预备拿这的，你怕这样？现金有吗？现金有那就丢了。干啥？出去这的，干这的这的。你妈干这？哦，你拿过来嘛？看着，要多少给我拿多少嘛？要得怕这个。我那17的。呀，出去的。大水。呀，得去。呀，小。呀，这嘛都干嘛干去？听个嘛的嘛去？呀，掏钱。关注价位，关注价格的口水。呀，瞧着俺同样去领导去开始的啊，俺领导去开始的家，领导去开始的。领导你听。来，兄弟。呀，呀，关注，多下关注。呀，他看那结果，他名多啊。呀，得去的。呀，他这是个啊，其实搞得这样的。鸡蛋得干啥嘞？鸡蛋得我们你都吃。呀，鸡蛋你去呀，打动这去。打鸡子看来吃啊，搞鸡子看来吃啊。呀，给了。鸡子看来吃啊，看鸡子看来吃噻。干嘛这个啊？好个领导兄弟们啊，这不带酒精的兄弟们。关注走一下，关注，一直没点关注啊。刚才搞的几张挪用，他其实几张给挪自己的，你就打不？再算个账嘛。呀。你是冲着黄土的。可，你家的空气没吃的球的是你啊？家的空气没干的嘞？家的当然做了。当然工作接的呀。你妈去这没得提前就的不去。干啥的这了？你家的你就工作光的晓得。穷啊的干啥的？你家当个中国主事。你空气嘛的呗家。你压个的的。家压个的呗。啊。呀。领导是个呗。呀，领导这的打不？呀，笑死了呗！तो लिंदु गांगी ते तो आज मारे को ता चा टे तो ngकी चला जिमा काने थांग दर को आ हे छिमो मोले स्टलान रोजिना खाना
等你养着是就是个呗，呀的，呀养啊，批发店见的嘛，今天养口出来嘛，给啥问题了？呀，这知道就少。等你盘着个呗，当俺着几的，我卡把老做都靠呀，充电宝他妈做过吗？我的啥？他那个机新巴龙抓巴龙苏南做他说个这，说大家妹妹也，说家妹妹，从玻璃的也就出了，做了刚刚中午也不是中午，说家有错刚刚我说的，说家人吃家的大马呗，苏马扎苏个也嘛的，马扎也嘛的，毛也嘛的，龟鸡也嘛的，苏个也嘛的，干啥？马扎苏了龟马扎蒙个，说了根本就是这道理，龟钱蒙个，都想中国的下，下次我龟中蒙个，马扎蒙个，说下了跟我们的，这么做的对，俺这做了不就嘛呀，养鸡了的呀，这做，呀，对我俺这是如若家说别忙今年把路做几呢，我们那这都是几呢，跟我干这个哟，他和干这真难求，他干这点呢，那我关注家的，这个这个做别的今年单车我们的人这是，啊，干了，但让个老个话，让嘛让伢还搞嘛的啊，那联系个呗，那是，这个。呀，干了，就他那也真知道，俺对那真知道。呀，知道，空哪个直播那知道。那里呢喏？哦，那那真有这个的。就关注这的。别忙往西，你把给微信号听到的接到的呢。可没大的就。就俺去关注嘛，这家嘛。呀，你妈拉上，咱了这个啷个要？俺边界站了，在这里我了了，赶紧准备这个，赶紧弄把，因为不能弄把搞起。一个最扎心里别给了。自己的比亲家来身边，新加坡中国给你，你在于你妈个是并且要真心。他们你卡拉说呢，送我们人去拉你大背，送去去土这样门的，你在于你妈个是并且要真心。并且我是公给你妈，这都点别切这人啦，谁就为米吃呀想想，那你这都点别切这人啦。别打谁说起这家。刚把喇叭的出来个来个来做，他就别么地方不的。哎呀，吃嘛叫的呀，呀吃嘛这东西呀，吃嘛叫了我们俺家其他其他其。没够俺们不叫过的。呀，这东西都去，老嘛。咱现在呢，吃人家嘛吃呀，呀，慢点行动呢。啊，呀，去嘛带路。呀，关注也有趣，我这领导。呀，一拍看你，拍空调看你，空调肉没着你，那现在老多的去，啊，老几个是的去，呀，穷的上去牛大呢，啊，吃牛呢，那真的不吃嘛那可以，啊，我们这个周这吃年是穷的东西，呀，他起码所有东西。呀，起码3个，哎。关注加油！哎，阿姨，关注加油，你妈！呀！这哪儿子嘛的嘛？没得，这不是我关注这些。干哪儿去哪儿？下去嘛？哎，白马王亲，
我他们讲关注也不能去，瞧了吗？啊，关注辣椒。其实兄弟们，说实话，俺从角度的我那个达到，我们老穷穷的时候，嘛那都是，我那个嘛不多啊。这对的，这个他刚刚讲的，他我杀了3多3嘛都，刚刚没讲的，他我这样的另个没这个的，他让说的刚把有拉把有的，我们做的让说说过的，我那呢，他俺说不然忙不起那都等他进去，好像别么是个都不得的，这是刚才是个这个啊，刚刚讲的，他我们杀了嘛都3个没杀，哦，你这个想法哈，啊，那我看一下啊。你必须擦鞋是不是？那我这个鞋比较贵，知道吧？那你简单的擦一下，我给你500块，行不行嘛？这个可以吧？啊，就这么定了啊。那简单的擦一下就可以啊，可以吧？可以。我是不喜欢别人给我擦鞋，知道吧？但是呢，我今天又想做这个生意，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可以吧？那我这个鞋咋擦呢？你鞋干干净净的。对啊，不擦了嘛，那就这样啊。来，你2维码拿过来，可以吧？你让我高兴一下行不行嘛？要得，我来高兴一下。你今天就早点回家，可以不？好。我给你钱，你马上收摊。好。回家好好休息，刷一下好不好？好。来，扎西得了。扎西得了。呀，等你收摊嘛，回去嘛啊！今天就好好休息啊！呀，住。谢谢哈。啊，实习。对，扎西得了。昨天晚上追了你一晚上。你追我干啥？说吃面去吃啊！结果你弄那个长城宾馆那儿转动个好。啥子意思？我没听明白。昨天晚上我追了你一晚上。你追我一晚上？哎，你一晚上，就你喊我去吃面块，我就饿起肚子就等于你请他吃面。哦，我等我请他吃面。那今天去哪里吃面呢？今天我们随便哪里嘛。哦，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我是你忠实粉丝。今天是感恩节，感恩遇见，扎西德勒，你越来越帅。谢。我们穿不喜欢的这个。哦。有礼物给我妹妹一个吗？啊。有礼物给我妹妹给个这个。哦，礼物是不是？我的好朋友哎。呀，谢。哎，我刚买的。谢。我的忠实。让我带上你，让我带一下行不行？对。谢。哦呀，扎西德嘞哦。你会唱歌不？我会唱。好，来我们唱歌。我唱康定情歌。对，康定情歌，再听一个嘛。好的，那是以后的，反正是以后的对了。你看，看我说了。哎，镜头亮不亮嘛？你看我去买菜去了。哦。待会儿在我家做客可以吗？可以啊。扎西德勒。扎西德勒要唱歌啊，我们2个一起。哎，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菊哟，短短溜溜的草在康定溜溜的江哟，月亮弯，康定溜溜的江哟，扎西德勒。不是还有吗？要不要？你唱吗？谁唱歌快点来啊！来1000块，给你到账了没有？你看，唱歌唱得好的奖励啊，有没有？可以啊，可以兄弟，球队那个还有没有？好，谢谢。哦，扎西德了啊！给你几个锅。哎，你别这样，我就再送你们有。扎西德了啊！越来越火。下次来你们丹巴啊！健康啊！丹巴人啥？你刚刚说啥？热情好客，还有啥？丹巴姑娘啥？啊，可以。啊，呀，晓得，就那联系给呗，那联系给呗，要得晓得。吃得了来。啊。现在过来。啥？来，你过来嘛，哟。来嘛，那你给我老婆买完啊。啊，啥？你坐嘛。老婆给我买完。啊，就没干这个。那你去干嘛的？你去看的，还滚的了。
我们老乡嘛，我认识你啊。是吗？你认识我？啊，认识。谁嘛我？啊，我谁嘛？啥子？全都这么吃的，哎呦，没人要接菜。哎，俺没接菜的，俺没心么多人。白马往起。别嘛安起的，别嘛往起的。啊，白马往起的。没看见都。没样么的。啊，你不是昨天说我歪得很吗？没有说。你说的嘛？不是他吗？没有，你是网红，没说我。你说你这个网红歪得很嘛？那昨天谁说的那个？没说，我没说。你没说吗？确定？没说，确定。哦呀！啊！他一动那走的去。啊！你有唱歌是不是？啊！你会唱哪个？你先来一段，你先来一段看一下，感觉怎么样？你唱歌唱的好不好？啊，来。那给我老婆买完啊。哎，那些都不是吃。呀，唱歌唱得好，我就给你买嘛，对不对？要得，是不是？是谁的？不是，兄弟们，你们来个鼓掌嘛，好不好？鼓掌有没有嘛？直播间的人都不鼓掌吗？啊？呀，是谁带来压过的骨灰？是谁留下千年的洁白？难道说还有咱们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魂的血？哦，我看见一座座。会唱歌的有没有？你妈那是，你妈到了全着一条小你嘎嘎说哎来口，呀，堵了，那什么脚在啥的呢？这挺早出了个嘛你去，哎呀，呀小你，哎呀，啥就没得中的就，但那俺们多中的就苏克人没来，这个外地人家看不上的，啊，视频。得卡着呀，阿鲁布巴，卡布阿拉的吉布，知道？但不俺在抓到呢，俺打呀，啊，俺有钱的，得叫我下的吧，俺你啥子？说你个说那。下了，特别是那些下面东西全都了。啊，对的，难得了。不就是边在到了。啊，李总，你干啥？兄弟们，给我们的李总点个关注啊，榜一兄弟们。就等到你说这句话了。啊，开玩笑的。以后需要改装，兄弟们，改装车子的话可以找他。希望，好嘞，明白。等你直播那把说打，咋个说呢？现在我们在九龙这边在装，兄弟们啊，还是挺舒服的啊。你们谁在九龙，兄弟们？公屏上打一下。你们都不在九龙吗，兄弟们？啊，九龙的现在还没起床吗？有什么好吃的？兄弟们还是挺舒服的啊，大家来转转嘛啊，出来遇，兄弟们。啊，九龙难道没有粉丝吗，兄弟们啊？哈哈哈！啥意思？你们不会点关注是不是？需要挂手机是不是？可手机是挂了，给他们挂手机吗？那个。我今天15分钟挂一台手机啊，你们就把关注点到位啊，关注点了就是可以拍的那种，直接挂嘛。他是什么族？我是中。欢迎来九龙，是不是？好嘞，今天他穿什么袜子？我还没看，兄弟。最高待遇了，那个扣里斯，这不透明的，老了。看这个袜子都可以透明的。你要是给我买一双红色的袜子，大哥。啥？红色的袜子给我买一双，这双太脏了。可以。快点把关注点起，兄弟们。你们说今天他穿啥鞋子还是穿啥袜子，兄弟们？
榜一就是我们的榜一就是李不管李总啊，兄弟们。在外面的兄弟赶紧进来，你在外面耍啥嘛？对对手机了。哦，你去你开车吧，大哥。啊，左上就有手机啊，兄弟们，点关注啊，点关注，等一下拍照啊。3000了，兄弟们，把赞冲起来，好不好？对，赞点起来，是不是？哇，16万赞，来干到20万的赞，好不好，兄弟们？来点赞直播流量有关系吗？有关系啊。真的？啊，那我一般都不喊他们点赞，不喊点赞，真的。他人气点赞，然后那个。我感觉就反正就是评论是17万了。评论和关注它是有很大的这个赞有关系。3个都重要，是不是？3个都重要吗？所以说，兄弟们，哪些还没有点关注、没点赞的，点起来哦。那兄弟们点赞直接干个50万嘛，今天哦。来，目标50万。今天。看到了呢，他空单着呢，多么着呢？现在接的接嘛把路是，他把等你嘛现在呢，让你给结果个龙门通，他是对不？结果个龙门通，他是你个把个是他等那啥可能现在就这样，他都等那把是的得，给他通了，当年了那个电视有的有吧没去。拉说，干啥？听到了没有，兄弟们？酥油为啥这么便宜？是不是？对，他们都在说好便宜哦。酥油便宜吗？这个？你们那里卖多少？你问他们那里卖多少？你们老家那边的话，牛特别多，是不是？我们老家是牛特别多。一家有多少牛？一家有能300的有400的有。一家300、400的都有。都晓得。你在哪里啊？去哪里可以？从哪里拿的这个？上的，你这个拿嘛，那个瓶子的那个大瓶子和咖啡壳的那个大小瓶嘛，哪管可以这块。呀，等你业绩当的嘛呗，切做马牛会呗。真正你们要你们需要买酥油的话，他来卖啥？啊，我也可以买啊，送给你们啊，酥油。手机可以抢了，兄弟们啊，上面。120万的赞了。120万赞了吗？啊，都说这个好便宜哦。真的酥油便宜啥？买的，得学的，得中国的，得的可以。瞧了那当不的手啦么，枪子大个这些的里修，这些的里修。唱了那你把这节拍满了没？枪子大么？这些的里修，这些的里修，唱了那桑巴白马牵了没？唱了大么？这些的里修，这些的里修，这些的里。说，抢单不？我就上篮吧，抢你吧，这钱怕吗？这钱怕嘛篮吧？抢什么？别毛钱了呗，就弄些篮吧，这。我先品尝一下，兄弟们，这是我们公司阿罗伯伯的领导，兄弟们啊，不喝酒的人可以品尝一下。酥油1斤，一斤多少？30啊。这里5斤的话多少钱？150，是不是？这个大爷认识我不？那还可能的，那最晓得啊。别往前，没看得到。抢到的吧？俺抢到的，俺干的嘞。俺这看见那新都桥的。新都桥得干几个？俺那已经哪个的？哪个的？这个的。你这吧？这个的。你打干几个哟？但是俺们那新都桥那个。人让得干几个有没啥？我得有今天来这里干啥？如果那么看到的，啥呢？抢不抢？那利息给呗？没。一当息给呗？当息给有啥的？要这。看我们干啥的？我们姐，家嘛干啥多的？17钱呢？兄弟们，42斤乘8块钱的话多少钱？算一下。
336人的话，我们什么说着人的话，你我们俺家进牛给你这个呗。啊，卡里，俺家这个，哦，我们什么家人的，俺家这个牛个，呀，带口说过的，袋子阿姨袋子去的，呀，口说青椒过人的得去的哦，你青给他的嘞，哦，啊，这是够的，一个来嘛哦。他去亚布的老钱么嘛，从家到那姐姐，老钱这里你抢了点嘛呀，就日本我要接的菜人个吧，呀，在家，让的看这个是，你种的这个什么呀？啊，让从刚搞哟，从的在这上有多，我用家这狼线青椒的呗，哦，能些呢？家嘛干啥喏？家嘛你是咋子？我们干啥嘞？我们姐姐的，我们几钱呢？我们钱这个嘛呗，我们几钱呢？啊，我们俺真这个呗，啊，你这个呗，啊，我们这去抽知道家个，家嘛你想到啊，我们你别真这个吧？你是咋个？你是咋个干啥的？我们别钱呢？介绍你个咋个？你别给别人呀，你什么家这个我们哦？呀，对青椒的加一下啊！让给俺关注全都见到啊！哎呀，俺忠实粉丝的都让干的个月。啊，俺手机的没有给你们给这家。手机鸟个呗。呀，俺这大福。你继续明。让俺关注这呗。你忠实粉丝的多了，我你把这讲这个呗。啊。俺让你把讲这个呗。哦。呀。啊，这个我的叫啥？这家家的那边我是讲的。啊。兄弟们拍个照啊！关注的你。阿姨，那你把这个呀，来说了。录节目的。好呀，就。去观众没有的。阿姨70岁了，还在摆摊卖嘛？刚我们干啥的？姐姐。我们姐，家嘛干啥的？呀，摘的呀，说啊，摘的嘞。摘的嘞，搞准去啊，拖进去，要求啊，呀，摘的了，啊，摘的了，搞准去啊，搞准去，呀。谢谢大老板，感谢条。扎西的了，谢谢大家，谢谢。扎西的了，谢谢喽。扎西的了，扎西的了。扎西的了，哦。拉苏，扎西的了。呀，小长嘛呀，小子了啊。搞准去啊，这不错。你妈那啥？你妈到了全着一条小泥嘎嘎说，哎来口。呀，堵了。那什么脚在啥的呢？这天早上穷了个嘛你去。哎呀，呀小泥，哎呀。啥就没得种的叫，但那俺们都种的叫苏克人么来，这个外地人家看不上多。啊，视频得看着呀，阿鲁布巴，卡布阿拉的几步，这的，但不俺在抓到呢，俺打呀，啊，俺有全是对的，得叫我下的吧。你啥都是这，说那个是辣，去，下了基本上就下没到圈头了，啊，对的，难得了，不就是边再到了。一个网
红达人，然后你是阿若伯伯的创始人，然后你的旗下有很多的产品，你的产品已经在我们藏区还有我们甘孜州的18个县，每个县都有啦。然后我们前不久也购买过你的产品，然后我们买的是你的阿若伯伯的宁度啤酒，啊，口感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好喝。然后平时我们聚餐呀，然后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喝这个阿若伯伯的这个旗下的产品，宁度啤酒。哦，这样的可以吧，兄弟们，这讲解的。那你今天想要啥呢？什么意思啊？给你发红包还是买产品？啊？你要给我发红包吗？来，我不是买了金戒指吗？对。那好吧，你看我要金戒指，我的。你结婚了没有？没有。没结婚吗？没有。单身吗？目前？单身。好好看哦。等一下，你男朋友看到就不好。没事，我没有男朋友。哦，没有男朋友是不是？她老公管的也没男朋友。兄弟们，你看，别人是知道我们公司的所有的产品，所以我给他整个金戒指，明白吧？接下来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公司的产品，全部都在这个超市里有啊。来，谢谢。我给你戴上好不好？戴哪只手呀？右手还是左手啊？这有啥讲究吗？我不知道。右手还是左手？右手代表是啥？左手代左手啊，金戒指一般是左手。哦，左手的嘛。金戒指嘛，啥意思？左手这个兄弟们在左手还是右手？兄弟们扣在公屏上，白总已经不知道了。左手还是你遇到以后白马王子了，让他给你戴上吧，好不好？好的，谢谢。呀，扎西德嘞！谢谢阿祝你好运啊！呀，好，扎西德嘞！好的，谢谢。呀，哎，美女，不好意思，你看金戒指拿到了啊！靠缘分啊，这个咋说呢，兄弟们？啊，我们到时候有缘分遇见了再说吧。啊，啥特呢？拉索。阿米，让带上。对，嘎正钱，拖钱，嘎正钱。阿米，老嘎这人，老等着动身。我洗个呗。拖钱，抓起来了。人家也不讲啊，老结束的，我你从人不讲哦。呀。没给咱们人用的，没看啥行动哎，啊，破啥大行动哎，真的，老干这啥？老等你动身，大给哪个多哎？大哪个多哎？如果他妈得汤一杯，他妈得汤。啊，俺这红巴来的。干巴这是哪个多哎？红巴。通风的呗。通风买的俺这。太干了嘞。关机。去。啊。他追求没着你个谁是了？怕这都。对啥的正兄弟们，破啥？瞧见带晓得，让带晓得，靠，靠起口去的，让这个月找个月，这个月找个月，这下我都看不你，靠起去的，俺你了啊，这个就等起去的，几个着左上就是有手机啊，你们直接参与抽奖就可以，兄弟们啊。亚兰克学的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公司的咖啡可乐，兄弟们啊，咖啡可乐，你们品尝过没有？从为你拿票为你变。
从婚我的人不为你陪，总会为你把